Hello， 各位好，今集要介紹嘅就係薩摩耶犬，一隻嚟自西伯利亞寒帶嘅雪地精靈。佢哋陪住薩摩耶族嘅人生活咗幾千年，起源就喺俄羅斯嘅北部科拉半島同埋西伯利亞，係世界上最古老嘅雪橇犬嘅其中之一種啊。幾千年前啦，薩摩耶族人呢就靠馴鹿同埋捕魚為生。佢哋將本地嘅白毛毛牧羊狗同埋拉雪橇嘅狗狗雜交培育出嚟嘅薩摩耶。薩摩耶唔止淨係識得拉雪橇運貨，仲識得放牧馴鹿啦，仲會同佢哋嘅主人一齊獵海豹同埋北極熊啊！唔講你真係唔知啊！喺零下40幾度咁凍，佢哋嘅嘴角向上一翹呢，原來可以防止啲冰雪凍住佢哋個嘴巴。仲有佢哋露出咗啲牙齒，可以嚇走啲狼群噶。佢哋有呢個永遠微笑嘅表情，所以令到探險家呢一見傾心。喺1880年代呢，英國有個探險家 Robert 仔啊，帶咗佢返英國。到1909年嘅時期呢，就正式命名呢隻狗狗做薩摩耶犬，專門用嚟探險北極噶。最傳奇呢，就係1910年到1920年代，北極有個探險隊，有隻薩摩耶狗狗標域啊，跟住佢個主人到南極點，成為咗第一隻踏上南極大陸嘅狗狗。而加拿大嘅探險隊嗰啲薩摩耶狗呢，都救過無數嘅隊員，被佢哋稱之為雪地天使。佢哋白雪雪，又好似個小天使咁，真係好得意噶。咁點樣養佢哋啊？一定要提供大量嘅戶外活動啦。佢哋好活躍，要多啲跑，多啲跳，定期梳理啲毛毛啦，防止唔好俾佢哋甩毛同埋打結啊。夏天就要特別小心啦，一定要開冷氣同埋室內要通風，要均衡飲食啦，保持健康嘅狀態。佢哋性格都友善嘅，鍾意同人相處，記得定期檢查皮膚同埋牙齒嘅健康。好啦，講完呢隻白色嘅小天使，記得訂閱吱喳講狗話，分享你哋嘅毛孩故事，領養不棄養。下集見，拜拜。